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6，诗篇54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用你的名救我，用你的大权能替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压耳孔，听我的嘴所讲的话。三甲来祈祷，用你的名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疼痛怜悯的天父，你是恩典福气的源头，你是活命困难的相助者。主啊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倚靠，你是阮忧伤的时的安慰。主啊，你是阮一切的所有，因为阮的望在伫你。主啊，阮常常忧闷苦痛，找无出路。阮的对敌计谋陷害阮，阮的仇敌讥刺阮，就是阮身躯边的人，对阮无帮助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名救阮，用你的大权能替阮伸冤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压耳孔听阮的嘴所讲的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